同學仔，今日做小數百分嘅各類題目嘅。而家我哋要以小數同埋百分數表示呢一個圖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首先要寫翻個分數，個分數咧就要以最簡嘅分數表示啦。嗱，呢一度咧就有分呢度咁樣為之一份啦，1、2、3、4，四份啦，入邊2份係着色嘅。咁我哋而家咧就要將呢一個咧變成小數。咁到底點變呢？就係將呢一個嘅分子除分母。2除4咧就0.5。嗱，呢度咧我哋做咗好多次除數啦，你自己除到喎。咁所以小數0.5啦。嗱，跟住百分數點做咧？就係將小數點向右移2個位，再加個 percent。本身小數點呢度啊0.5.5啊嘛，小數點向右移2個位，再加 percent， 咁就50%。跟住咧，我哋仲要約揀，嗱2/4約到最簡呢，2同埋4都有最大公因數2，咁所以上下都除2呢，就變咗1/2，就係咁樣嘅。好啦，到呢一度咯喎，嗱呢一度呢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份入邊有呢一度呢，就係12份嘅。跟住咧，我哋就變小數啦，就將分子除分母就變咗0.75，呢一個就小數。嗱，百分數咧就將小數點向右移2個位，再加個 percent， 就變咗75%。然之後到呢度咧都要約揀嘅，12同16最大公因數係4啦，咁所以除4就變咗3/4。好啦，跟住就到呢一個，嗱呢度分開咁樣1份、2份、3份。4份入邊呢，咁跟住點呢？嗱呢啲呢可以呢合埋佢噶，咁咪即係1份有顏色咯。咁跟住呢，我哋變小數呢就係1除4，亦都即係0.25。百分數呢就係小數點向右移2個位，變咗25%，就係咁樣啦。嗱呢度呢已經係最簡嘅啦，1/4。快啲上榮恩教室嘅 Facebook 同埋我哋嘅網站度睇下啦。